Jack it up！ 各位，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紧急状况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紧急，家里出现了大麻烦，很恐怖，这真的很恐怖，很可怕，这真的太可怕了。你要出门是不是？这样你要离家出走了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跟你讲，非常非常危险，极度危险，请勿模仿，好不好？在全肇事战争是不是？看清楚哦，在那边，看到了，小心小心小心，这个要非常非常注意自己的自身安全。我们家出现了外星生物。跑哪了？跑哪了？他跑哪去了？哎，不要乱！啊！这里！它会飞！上百勇士。他在哪？他在哪了？哎，不见了！他会飞了！哎，不要乱动，不要乱动！那不行！我跟你拼啊！我胜利了，他已经被我囚禁了。跟你讲，这是男人的对决，怎么办？这怎么处理？这怎么处理？各位，我们要背水一战了，好吧？我今天跟这只蟑螂不死不罢休。它会掉了，不要乱来哦！它好像死掉了。死掉了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他还没死。宝江。神鬼！千军万马来相见，千军万马来相见，上去！啊！你能不能有点用啊？你都密死欸！多三小了。不行，这对手太难缠了。再见。
到没有？I win。哎，不知道我妹吃晚餐了没？叫她过来。你好。为什么带球啊？我要战争。战什么争啊？姐姐，你过来，快点。干嘛啦？快点啊！我跟你说一个东西。刚刚我对战外星人赢了。啊？我给你看我的成果。哪里啊？你敢抓吗？不要！啊！不行！各位，我们刚刚浴血奋战，好不好？为了守护我们的家园，我宁死不屈。看到了吗？看到那个可怕的生物吗？有看到我奋勇杀敌吗？为什么？为了我的家人，为了这个家，我付出了牺牲，我付出了努力。